哦，你看哦，4月份有那个绕境活动哦，下营北极殿啊，下营上帝庙，下营上帝庙啊，礼拜六、礼拜天，3月初二、初三哦，国历4月6号、7号啊，第一天呢是外境的哈，比较远的地方，大屯啊、三寮还是哪里，还有中营再回来。第二天是下营部分了。哦，连续4天的放假呢，4月4号妇幼节嘛，以前都说儿童节，然后你看4月5号刚好清明节呢，3月初1呢。清明节通常是扫墓，以前扫墓也有在寒食节的，可能是寒食节整理坟墓，然后清明节扫墓了。